英國國家退休金供款型福利，按年資唔按金額。英國國家退休金 State Pension 係福利，但唔係一般收入審查式福利，佢係一種供款型福利，核心依據唔係你退休時有幾窮，亦唔係你喺英國住咗幾耐，而係你嘅國民保險 National Insurance 記錄有幾多個合資格年度 Qualifying Years， 取得永居或入籍本身唔會自動產生退休金年資，真正有用嘅係你喺英國制度內留下嘅 New I 記錄。呢度最重要嘅一點係 State Pension 唔係按你一生交咗幾多 NIC 計算，高薪人士可能交好多，低薪人士可能交得幾少，照顧子女嘅人甚至可能主要靠 credits 累積年資，但喺新制 State Pension 下，關鍵仍然係某一年是否成為 Qualifying Year， 佢唔係私人退休金戶口，唔係供得越多戶口越大，而係一套以年份為單位嘅社會保險制度。本文所列金額同門檻按2026至2027稅務年度規則說明，日後可能調整，個人情況仍應以 Gove UK 嘅 State Pension Forecast 同 National Insurance Record 為準。2026至2027年度全額新制 State Pension 係每星期241英鎊30便士，即一年約12547英鎊60便士。一般而言，如果你嘅呢記錄喺2016年4月後先開始，要有35個合資格年度先可以取得全額，少於35年通常按比例減少。不過2016年前已有英國供款記錄嘅人，可能受舊制過渡安排 Protected Payment 或 Contracted Out 影響，所以唔可以簡單用35年直線計算。制度有一條硬門檻，通常至少要有10個合資格年度先可以取得任何新制 State Pension。呢10年唔需要連續，亦唔需要來自同一種方式，可以來自受僱工作、自僱供款、某些福利或照顧責任產生嘅 NI Credits， 亦可以喺期限內自願補供。但如果到最後仍不足10年，通常就係0。呢個係供款型福利最冷硬嘅一面。佢承認唔同形式嘅社會參與，但唔會因為需要退休收入而取消最低年資門檻。合資格年度唔等於高收入年度，受僱人士只要收入達到 NI Lower Earnings Limit， 該年通常就可以計入記錄。2026至2027年度呢個下限係每星期129英鎊，每月559英鎊，每年6708英鎊。換句話講，有啲低薪工作者即使未必真正繳納好多僱員利貸，都可以取得退休金年資。制度嘅取捨好清楚，佢唔係只獎勵高收入者，而係讓穩定參與勞動市場嘅人累積基本退休保障。自僱人士就要特別留意 Class 2 National Insurance。2026至2027年度自僱人士嘅 Class 2 Small Profits Threshold 係每年7105英鎊。Class 2自願供款率係每星期3英鎊65便士。近年改革後，自僱盈利達到相關水平時，Class 2喺好多情況下會被視為已繳付。但盈利較低嘅人如果想保住退休金年資，可能要主動考慮自願繳付。好多小生意同自由工作者以為賺得少就唔使理，多年後先發現 NI 記錄出現空洞。另一個容易被忽略嘅來源係 NI Credits。Child Benefit 係最典型例子。若家長申領 Child Benefit 而孩子未滿12歲，通常會自動取得 Net Credits。呢啲 Credits 可以計入 State Pension。重點唔只係每月收幾多兒童福利金，即使高收入家庭最後要透過 High Income Child Benefit Charge 以稅項形式抵消部分或全部金額，申請本身仍可能保護退休金年資。對新移民家庭嚟講，Child Benefit 唔只係現金福利問題，亦係退休金記錄問題。其他情況亦可能產生 credits， 例如領取 Universal Credit，
因病或失業符合條件照顧病人，或者合資格祖父母照顧未滿12歲兒童，並申請 Specified Adult Childcare Credits。呢啲安排反映一個制度判斷，唔係所有有社會價值嘅工作都會出現在工資表上。如果照顧子女、照顧家人或者短暫失業嘅人完全失去年資，退休制度便會懲罰承擔照顧責任較多嘅人。若 NI 記錄有缺口，可以考慮自願補工。一般規則係只可補過去6個稅務年度，截止日期通常係每年4月5日。2026至2027年度 Class 3自願供款率係每星期18英鎊40便士，補足一整年大約956英鎊80便士。呢筆錢未必平，但如果補工真係能增加未來 State Pension， 回報可能好高。不過補工唔係越多越好，有 Qualifying Year 唔等於一定增加退休金，有啲年份即使補咗，亦未必增加退休金。尤其係2016年前已有複雜記錄或者曾經 contracted out 嘅人。正確程序係先查 National Insurance Record， 睇邊啲年份係 full year， 邊啲年份有 gap， 再查 State Pension Forecast， 睇補某一年是否會增加退休金，必要時再問 Future Pension Centre 或 Pension Service。呢個次序唔可以倒轉，因為先付款後發現冇增加退休金，未必容易處理。補工買嘅係仍可補而且有用嘅缺口，唔係任意購買退休金。國家退休年齡都喺上升，現行法定安排係 State Pension Age 由66歲逐步升至67歲，過程喺2026至2028年間發生。之後現行法例安排喺2044至2046年間升至68歲。到達 State Pension Age 後，即使繼續工作，通常都唔再繳付 NI， 亦不能靠退休後工作再累積新嘅 State Pension 年資。因此，若到齡時仍不足10年，情況會好被動。到達 State Pension Age 後，並唔代表所有補工可能即時消失。若某啲舊年度本身已喺英國 NI 記錄內，仍喺補工期限內，你有資格補工，而且補工會增加退休金，仍可能補返，但呢個唔係無限補救。如果所有可補年份補完後仍不足10年，或者缺口已過期限，又或者根本冇可補嘅英國 NI 年份，制度就唔會再因為你需要退休收入而另外開門。10年門檻必須喺仍有時間修補時處理。有啲海外社會保障記錄喺特定國家或協議下，可能有助滿足10年最低門檻，例如 EEA、瑞士或與英國有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 嘅國家。但呢類安排唔係將外國供款變成完整英國退休金，即使可用嚟滿足資格，實際 State Pension 金額仍主要按英國 Need Qualifying Years 計算。對大部分香港移英人士嚟講，更實際嘅問題唔係海外年資能否轉入，而係來英之後每一年有冇被計入。自願內供款嘅作用係填補英國 National Insurance Record 裏面嘅 gap，唔係將未移居英國、未喺英國制度內嘅年份變成 qualifying year。2021年先移英嘅人，通常唔能將2015年喺香港生活或工作嘅年份買成英國 State Pension 年資。可處理嘅係來英後因收入不足、冇工作、自僱盈利太低、冇申請 credits 或其他原因造成嘅缺口。所以 State Pension 唔係等退休先處理嘅題目。20多歲或30多歲來英嘅人，通常仍有時間透過工作、Child Benefit Credits、自僱記錄或必要時補工慢慢累積。40多歲或50多歲來英嘅人，就要盡早計算距離 State Pension Age 仲有幾多完整稅務年度，是否有機會跨過10年門檻，以及是否值得追求更高比例。呢套制度嘅真正瓶頸唔係規則難明，而係時間有限，每個缺口都有期限，每個退休年齡都有截止點，越早查清楚，選擇越多。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請按讚並訂閱胡思棟明頻道，下次再見。